跨年台语你会安怎讲？其实有几种讲法，你听看觅咧。第一个是照大家国较真惯习的讲法，对汉字念做台语，跨年也是读做文言音，跨年。第二个是甲迄个动作讲较白话咧，下过某咪时间来到新的一年，所以号做下年。最后一个讲法，其实就是上界直接的讲法，就是过年。那想要强调，还是甲伊分开，咱会使讲新历过年。所以你较介意倒一种讲法咧？跨年、跨年、下年、新历过年。请你伫下骹留言分享，还是有其他的讲法，嘛欢迎你来交流哦。我是阿东，新年恭喜，祝大家平安顺遂。